讲到疫情吞大全世界，台湾说伫防疫这个所在有真好的表现。不过，咱台湾犹原夹伫美国甲中国之间，就长期伫咧观察台湾政治的美国学者表示讲，台湾就趁着这机会继续拼催压外交，脱离美中台关系，继续和其他国家交朋友。 全球疫情摊烧，也毋过国际强权的竞争，并无因为疫情暂停。中美两国伫咧台湾海空的领域相拼斗。疫情过后，台美继续保持友善的关系，北京加强施压台湾的力量。台湾正侪年来拢是爱钱找中国安全靠美国的局势，伫咧美国 Trump 总统的连任压力之下，现在敢若会当见高平。 在我们内心的深处知道，台湾最大的利益是同时跟两边都能够处理好关系。那比较残酷一点的话，就是台湾只能选择美国，因为大陆开的条件是我们没办法接受的。 美国疫情烧袂停 ，Trump 面对连任的压力，带动作来追究中国的责任。同一个时间，美国国会嘛通过真侪项友台的法案。专门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认为，美台之间应该爱赶紧签订贸易优惠的协定，上解实际。不要把自己认为说我们可以在美中之间的矛盾里头的获利。我认为我们的机会还是在于能不能从美国手上拿到更多。 贸易开放的让步就是譬如我们的 TIFA 谈判，为了我们美国人的总统选举，我们的候选人都会说有些很漂亮的词，就是我们一定会帮助台湾。我们的说法跟我们的行为有时候是不一样的。 台湾防疫战争拍了正水开，美国、日本、澳洲等等大国嘛拢带动作表态支持台湾，也毋过却无提案来支持台湾参与 WHA。不过，台湾的催压外交得到各国关注。长期研究台湾政治的美国学者南乐观察，一半冬以来，台湾伫咧国际媒体的形象为负面的麻烦制造者，转做是民主国家的防疫典范。这个肺炎的情况越来越好。 那这个口罩外交不会有一样的有影响力。在政府下一个挑战就是怎么可以找一个另外的方式来保护台湾的国际地位。南乐表示，台湾爱掌握这波后疫情的机会，继续和国际友人往来。这是台湾伫咧美中之外，另外找一条路，寻求国际地位提升的长期战争。记者尤金张玉随台北报道。